2分钟就要开始啊，请咱把手机啊关咧进攻飞行模式啊，咱就安静咱的心陪伴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主，多谢。Intimidated by what I'm facing. I've got my face in on who I'm praising. There is a victory I'm anticipating. The walls are breaking. We'll take the promised land and I will turn this place into a place of praise. And as I do, I know He'll bring about the change. 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带着上帝快乐、甲平安、健康，回来到伫上帝圣殿，咱要伫遮来专心全人来敬拜伊，阿门嘛。阿门。会当回来到伫圣殿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上帝光伫你的身上，拢有上帝应允伫你的身上。因为当你要回来到伫教会敬拜时，无需相信你的心是有准备的。所以咱回来到伫遮，就是要伫遮来学乐。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阿门。阿门。咱这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伫咱的身上要成就的是大的，对古早、现今到伫未来。上帝嘛看见咱渐渐伫年岁愈来愈大的时，上帝看咱诚做伊的囝儿宝贝。因为咱会当献上咱的诗歌，献上咱的举咱的手，上帝伊拢欢喜。每一个伫遮，伊拢看做是上宝贵的。阿门。我需要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咱要来欢迎圣神。因为只有较无圣神的，这个人就要得到义。阿门。哈利路亚。咱做伙同心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圣神，你即时你运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圣神，你来就是要带领阮，引带阮入伫耶稣基督的光。圣神，你来就是要对阮讲话，你要讲，阮是属耶稣基督，阮是对圣神所生的。毋是对情欲所生的，阮属伫上帝，是属上帝的囝儿。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勒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咱相信咱的上帝是大有权柄甲快乐吗？阿门吗？阿门。咱的上帝是赏赐恩典以及公义的上帝。阿门吗？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要伫伊面前要吟诗唱歌，因为伊是堪得而乐的上帝。咱来喊话3摆，哈利路亚，将一切而乐归伫伊。阿门吗？阿门。3、2、1，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看你姊妹，这个时阵，咱要用一个低调的心，要用咱的歌声，要用咱的脚，用咱的手，用咱全人全心来敬拜阿罗咱的主。哈利路亚。
选择主荣耀感你，你要尊贵，能力冠冕归给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给你。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是干的，我的敬拜。咱拍拍咱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敬拜永我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感你，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你。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是干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你。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是干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力量无比，上帝的行。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力量无比，上帝的行。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力量无比，上帝的行。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力量无比，上帝的行，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你。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是干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咱将咱的捧声对一切敬拜而乐，互咱的上帝。阿门。阿门。感谢主拣选咱，成做伊的囝儿，因为伊逐日落来顾咱。上帝的福禄伫伊的手中，伊是咱性命的主宰。咱要继续用这条圣诗346首来敬拜而乐咱的上帝。如何爱是主所定，上帝的照顾你，让主是的稳当的行，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大日的。
咱的主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主，是互咱活靠的主。咱个用这条信息的时，咱就充满信心，咱就充满喜乐来用。阿门吗？阿门。咱等个回头来用的时候，咱大声要请兄弟带咱来用。来是主所听，上帝在照顾你，念主是个阮都免惊，上帝在照顾你。咱做伙来用。上帝在照顾你，哪里来过，哪里错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第三节，咱要请姊妹来用。无论拄着哪大试炼，上帝在照顾你，一字不弃，拢免也算，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哪里在过，哪里错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咱举起咱的双手来领受。上帝在照顾你，哪里在过，哪里错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哪里在过，哪里错路，上帝在照顾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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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上帝逐日在顾，阿门。做上帝的工袂空空。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因为咱的主是值得咱学习的，所以无论伫得时不得时的时阵，伫透早到暗暝，咱拢要敬拜学习咱的上帝。无论咱的身体软弱，无论咱的境遇好歹，当咱开嘴学习咱的上帝的时阵，上帝圣神就要甲咱三甲伫地。第一有满满的平安甲喜乐，咱大声要请乐团带咱来吟。透早我开目看你，脚步听你的声音，心中照亮你的听，日日甲你来亲近。咱做伙来透早我开目看你，脚步听你的声音，心中照亮你的听，日日甲你来亲近。唱歌，你显明我心意，明白何路来一时，
哈利路亚！咱们一生跟对咱的主耶稣基督。阿们。透早我开目看你，脚步听你的声音，心中照亮你的听。咱的听对透早到暗暝拢无煞，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咱这个时，咱要举起咱正手基督的官柄，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所有的同工，将近有90名，伫2月28要去到伫埔里，有咱的同工的灵修会。同工的灵修会就是要互咱这的同工，伫因服侍的时，服侍这兄弟姊妹，服侍咱的组员的时。会当透过这个灵修会，咱个一摆鼓舞这个铁三角，鼓舞这个同工，互因伫主的内面来合一，得到快乐。阿们吗？阿们。阿们。咱受服侍，咱的同工嘛需要受服侍、受装备，所以伫2月28到3月7，因要到伫埔里，咱要来为着因的安全，为着因所得到上帝的快乐甲智慧。新的年有新的快乐。阿们。阿们。举起咱的正手，咱为着咱的同工灵修会，咱开声来祈祷，3、2、1，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阿乐你，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你的名伫我的内面，主我靠着你的名，主我要来大声讲，主啊，我的同工是你所拣选的，因为伫主你的拣选，主你就有你的旨意，你会定着有你的计划。我感谢阿乐你，哈利路亚！主你来互阮的这个2月28日埔里的灵修会，主阮的同工要将阮家己本事献到主你的面前，主你看见，阮感谢阿乐你，阿爸天父，阮阿乐你的名，主当阮受拣选，成做你的器皿，甲主你同工伫小组服侍，伫乐团服侍。做长老，做执事，主，这是你拣选阮的福气。主，阮应当着尽信徒的本分来服侍上帝。主啊，伫2月28、3月7这2天，
是上帝你为着阮定着好的日子。主啊，你要引带阮遮的所有，阮永光教会同工，阮有一个合一的灵，阮有一个欢喜的心，要甲阮的同工三夫妻来交齐。主，阮知透过安尼活动，你要互阮搁一摆体会到，上帝你是大快乐的上帝。主起头，主你就是道，上帝你就是道，你也是光。主，你要将你的光照伫阮所有的同工的身上，互阮伫服侍你的时，阮带着快乐；互阮服侍你的时，虽然无用工作，无用总是阮知，阮所侍奉的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帝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因为阮服侍你，阮就要甲上帝你同工同得荣耀。这是主你所欢喜的，阿门。哈利路亚，来，咱来吟。回头甲举起咱的手，哈利路亚，咱宣告，不管伫倒了，咱拢要称颂主的名。对头早到暗暝，对头早到暗暝，上帝听你无煞。我要一心跟对你，我的主。礼拜你拄到什么款的代志病痛，拄到人际关系，还是拄到你对家己你的性命搁未来？我遐尼老啊，我搁来，我烦恼我的厝里，我烦恼所有的烦恼。等一下你搁唱的时阵，你要甲主讲，主啊，虽然拄到这的代志，我永远要夸口学了你。当咱夸口学了上帝的时阵，所有的病痛，所有的困难，拢要伫学了下面，拢要拍无去。阿妹吗？阿妹，阿妹吗？阿门，哈利路亚！咱用着信心，咱来吟哈利路亚，我的主，举起你下当的手来，我的主，来宣告咱的困难拢要离开。阮就知，伊伫的快乐就临到伫阮的兄弟姊妹的身上，因为主你是应允的，主你是应允的。阮伫你的面前，你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咱将普声归乎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带着信心坐落去，哈利路亚。
共读圣经，经文记载伫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8节。咱三角来读。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名叫做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领导者。有一暗，这个人来见耶稣，讲：rabbi，原知你是上帝册内的教师，若毋是上帝同在，无人会甲你做你所行的新业。像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人若无定出世，就袂当看见上帝国。尼哥底母问讲：人已经老啊，哪会当定出世？去敢讲伊袂当搁入变入去母胎来出世？耶稣应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人若无对水甲圣神来出世，就袂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圣神生的是心灵。毋通因为我讲恁着定出世来奇怪。风要吹去倒位就吹去倒位，你有听到声，毋过毋知伊对倒位来，对倒位去。大家对圣神生的嘛是安尼。圣经讲到到遮，这是咱要请咱本堂主任牧师周牧师来正道。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到底顶头生啊未？到底顶头生啊未？还是请问大家平安。咱真欢喜，会早起会当做伙一只来敬拜咱的上帝。这个时阵，请咱举起咱的正手来宣告永光教会的宣言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这是咱教会上帝互咱定着的异象，所以咱不时就爱来宣告。这个宣告是照着圣经所应允互教会的。咱也知，咱就是奉基督的名来设立的。咱伫遮要执行上帝国互教会的使命的时阵。咱兄弟姊妹，大家人拢要有共同的看见，知影这个使命是交托伫你甲我大家做伙来。所以教会是一个群体的生活，咱每一个人当心一只敬拜的时阵，也互咱的心智换新，常常伫主内面来成做一个主所欢喜、新创造的人。所以今仔日牧师要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题目：到底顶头生啊未？咱知影，咱教会上帝互咱的教会有安尼一步调一步调来伫进行，互咱伫信仰的对级内面愈来愈有步调来进行吼。所以咱每一工大概即卖叫做3+1啦，吼，3+1就是爱安那读圣经的计划抄写经文，搁爱导读，搁 RPG 吼，所以3+1有无？吼，你若去餐厅恁全家去，人讲3+1吼，即摆咱教会逐日就是拢爱3+1。透过这个读圣经，牧师嘛逐日伫即搭遮伫经历即个基督徒真要紧的生活的内涵，也透过安尼嘛要甲咱讲有影。牧师在准备讲即个今仔日的即章的经文，是2章的经文，要找一个圣经节起来。要真做导读，有当时有够难的，吼，有当时有够难的吼。不过即个有够难内面，嘛求上帝帮助牧师这着感动来吹出来的时阵，咱会当来看吼。你看这牧师写的吼，逐日的抄写的经文吼，恁就会当看见比如讲2月初2对无吼？即个经文。创世纪30章，我就找迄个第2节，吼，第2节是叫恁无生育的是上帝，我兼会代替伊做主嘛。哇，这咱毋知要哪导读对无吼？吼，
哇，不要紧，咱就是照咱的道德的方式吼，读3摆了，叫你要生育的是上帝，是上帝，我袂当代替伊，我袂当替伊做你的主。宣告呢，你看我就甲这宣告，我就甲写讲，我宣告，我绝对无搬过上帝，我绝对无搬过上帝。所以有伫重要的有特别的感动，我会甲迄个我宣告甲写出来。迄个就真做是迄个咱的宣读的内容吼。所以咱大家若是拢照安尼来的时阵，有影无简单牧师嘛感觉是真无简单的代志。毋过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照即个步调来这就是前礼拜有无2月初9到15的到昨的你看有当时是足歹识，足歹有无？2月12有无？以色列人住伫埃及的高山地，因伫迄搭遐治了产业，并且生育真济有无所以我宣告，我所到的所在，拢是得产倍增的。阿门。安尼所以这是牧师伫这段经文内面伫这节的圣经内面我家己来用做我本身对上帝的祈祷嘛祈求上帝来应允伊所写的伫圣经的，这个拢会当应允伫我个人伫我的家的顶面所以牧师调工今仔日用这个，互咱大家来看咱就会当知影讲对，大概是安尼但是咱伫这个抄写的经文毋是咱本来常常会读到的金句毋过就是因为咱会读的这个步调就是安尼来进行。我相信咱常常安尼来读的时阵，就会帮助咱咱若是用像我以爱的，就是用一本就是固定的圣经放伫我的册桌逐日来读的时阵我就会做记号特别感动，我就写起来像这金句，牧师写的金句，我特别会标定起来后边若佫读倒转来时阵我就袂用这个金句会佫用别个金句所以咱就会当安尼伫上帝的话语内面来帮助咱，互咱基督徒的生活毋是伫地面上的伫地面上，咱若是干那一直看地面上，有真济的跨路超凡来催逼咱互压制咱互咱的心常常是闷闷不乐的。总是基督徒，咱的心应该是真喜乐、真开朗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也会当用属灵较悬的位置来看这一切的时阵，咱就会当透彻上帝透过属灵的智慧，互咱透彻这一万学事。这是咱伫信仰内面，咱会当深信的一件代志所以基督徒，咱爱深信基督的德性就是我的德性。阿门。咱做伙来讲基督的德性就是我的德性。来，基督的德性就是我的德性。对，基督的德性就是我的德性，因为基督已经德性了，所以我成做基督的人，我当然会当享受伫伊内面一切的德性。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安尼咱看咱读约翰福音对拜五开始拜五开始，咱就开始来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主要的写作的目的，甲另外其他的马太、马可、路加的作者的写法无啥共款咱看马太、马可、路加，咱甲伊叫做共观福音。共观就是讲，咱有当做伙看，因为伊真济写的这个故事这个事情拢是相共的，新约拢相共的咱就会当对照每一个这个作者对这个耶稣所行所讲的话有当时有加一句两句来表达伊的家己的领受是讲各有无共款的一个领受，拢会当伫即搭遮来比较会当比较来看。总是约翰福音无共款，约翰福音真清楚，伊要写的就是要互记若读约翰福音的人会当来认捌这位耶稣基督，
伊就是道成肉体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所找来的。甚至嘛要甲咱讲，既然信伊的，就会当得到永活。这是真清楚。约翰福音内面的记载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目的吼。所以咱求上帝，互咱深深看见。特别咱看伫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遮就讲，讲记者的事是要叫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并且叫恁信伊。就通因为伊的名来得到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作者写作约翰写作的一个目的。所以咱在读约翰福音的时阵，咱就会当看见每一个阶段拢有伊的意思。第一，伊就是咧介绍基督；过来就是面对的就是人无愿意接受，然后咱就看见。上帝也透过安尼来行新约，互伊有能力，互耶稣有能力来行新约，来证明伊就是上帝的囝。总是人嘛是真侪人毋信伊，伫这个约翰福音内面，咱会当看到这个代志来帮助咱对这个信仰会当更较拿坚定所以到底为什么约翰福音伊要安尼真清楚来甲咱？签名，互咱来认捌耶稣基督，最重要的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一个犹太的一个公会的议员叫做尼哥底母，这中文就是啥？歹势，我台语要怎讲？尼哥底母，对，歹势。所以中文就更加，即马翻译有翻译更较水一个尼哥德姆尼哥底母对歹势迄潜意识内面，一个要背即个名的方式无意中讲出来OK， 伊是一个社会真有地位的人，伊的学识是真饱，伊个道德真好。总是伊利用暗时就是用伊休困的时阵会当安静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找耶稣。因为迄时大家真无闲，耶稣嘛真无闲有真侪人拢要来找耶稣，所以即个有知识、有智慧的人，伊用暗时来找耶稣。所以伊来到耶稣的面前，伊问即个问题，兄弟姊妹。我相信这个问题毋是伊本身爱了解尔，伊期待透过伊所认捌的耶稣，伊知影耶稣所讲的话所行的生业，若毋是对上帝来，无人会成。意思就是讲，真侪律比经学书，总是无有人亲像伊，堪得最会当讲，伊是对天派来的律比经学书。这是伊对耶稣所行所做的一个认定所以兄弟姊妹，在讲的就是在讲，尼哥底母伊所面对生命的议题，也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逐日拢爱去面对的一件问题。兄弟姊妹，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常常去体会、去了解、去家己问讲，我到底顶头生无？我到底有顶头生无？到底顶头生是啥物？今仔日牧师要互咱大家会当更较清楚了解，来帮助咱伫信仰内面来分别出来，你是已经真实的基督徒，还是你爱搁较济的努力来互基督这个快乐会当成就充满伫你的生活的每一天。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咱看圣经就安尼记载，讲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伊是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官，其实这个犹太的公会拢总是72个人尔这个72个人，伊会当成做一个议员，真正无简单所以咱就知影，伊一定是对这个。伊写讲伊是法利赛人所以伊对摩西五经也是真有透彻
会研究的，吼，伫即个摩西所讲的遮个规范，拢有真侪会去了解去执行，咱会当来了解即个人会当讲伊是德高望重的尼哥底母吼，所以咱看伊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讲列比啊，阮拢知上帝派你来教示阮的，你所行的生业证明上帝甲你同在。这是新普及版的一个翻译吼，安尼佫较清楚，会当互咱来了解。到底尼哥底母伊是期待啥物？其实，若照伊过去的学习，伊就是期待会当对耶稣遐得到更较好的教导，会当更较了解上帝国的真理。伊内心亲像有一种的渴慕，且到心啊无法度真正会去满足，所以伊望阴暗来找耶稣，会当来得到满足哦。这个动机好无？这动机是真好的动机哦。就是耶稣甲伊讲安那，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人若无定头生，就袂会见上帝的国。耶稣所讲的，甲尼哥底母期待要了解，亲像无啥共对无？亲像耶稣答非所问的迄款的感觉吼，总是无论安怎，尼哥底母伊的意思就是讲。耶稣啊，你所行的生业，阮印象足深的呢。这个一定是属天来的开咱，所以你讲的话嘛是属天的教训。我真爱听哦。总是耶稣甲伊讲啥？讲生业毋是上界重要的，上界重要是啥物？是人的内心的生活的迄个改变，才是上重要的。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伫咱诚做基督的信仰的基督徒的内面，咱的信仰就爱经历迄个国活的信仰。这个就是你我爱追求的。咱看耶稣甲伊讲定头生这件代志的时阵，就求上帝帮助咱更较体会了解哦。定头生定心的定，这个希腊文有3种的意思，就是讲对头仔来，定心对头仔来。第二就是讲搁一摆，也是讲第二次的意思哦。第三就是讲对顶面来，意思就是讲对上帝来。所以迄个定头生，迄个定头来去，这个到底就是在甲咱讲，毋是干那对头会当开始尔，较重要，这个对头的开始是对上帝来，就是上帝的作为的啦。所以对头定头生，这是上帝对上帝来。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是定新的开始。咱知影，咱的肉体，咱的肉体的身躯是对父母来的，这是属于地面上的。总是耶稣所讲的，是属天的，就是讲你因为这个信仰会当帮助你，和上帝搁一摆，甲你定头生起来，互你完全有新的。过去的代志拢爱放下过去，这就是真重要的一个工课。所以若是安尼，定头生的意思就是帮助咱，互咱了解，这是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的一个工作，就是将咱过去的拢暂断，互咱的心灵有一个更新，有一个完全的变化。这个更新的变化所产生的是什么？就是咱的心思意念。无搁掠家己最中心，无搁掠即个世界物质的生活最中心，乃是掠上帝耶稣基督最中心。所以这个是咱伫基督徒内面定头生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毋是一概就法度，就是咱不时爱去反省、体会。我这个意念是属地还是属天的？我这个做法，我这个讲话是属地的，还是属天的？这是伫咱生活内面，诚做基督徒的咱拢每一日会当来思考的。所以，若是安尼，咱就看见哦，尼哥底母伊无法度去了解、体会耶稣所讲的。伊讲人出世啊，像我已经老啊，对无？会当诚做议员，一定有年纪啊吧？佫会当对老母佫生一届吗？伊所思考的
是肉体的部分，伊毋是无愿意改变哦，伊是安怎？伊是感觉迄个可能性是无的，是可能性的问题啦，兄弟姊妹。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因为耶稣甲伊讲的，即个毋是地面上的事，是属天的。那既然是属天的，就是属永远的事啦。若是属永远的事，想要改变，这是无容易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咱常常会想讲啊，我迄爱改，这爱改，有无？拢有即款的想法，有迄个动力，总是迄个动力的维持足有限，足有限。吼，啊明明讲要改，嘿，啊就改毋好啦，吼，对。啊，所以毋知要安怎改，啊，继续要改，啊，就是改袂落来去。这是咱的生活事实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求上帝帮助，互咱认捌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信仰，互咱会当对认捌到经历这个过程，是必须要每一日拢爱去努力的一件代志。这是你我基督徒。无论你做基督徒偌久，你总是爱有一款的思考来帮助你我。所以咱看，其实大家耶稣就甲伊讲，我实在甲恁讲，人若毋是对水甲圣神生，就袂当进入上帝的国。若毋是对水甲圣神生，哇，这个意思是啥物？水，咱知影，水是做洁净的一个工作，吼。咱透早起来。洗喙齿、洗面，去即做清洁的工作，拢需要用水，咱嘛知影，水所表达的是啥物？就是当咱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咱的心的时阵，伊就用伊宝血顶的十字架来做洁净的工课。所以咱就相信，当咱信靠伊、呼求伊的名。咱过去的罪，拢已经得到赦免了。阿门。这是咱爱相信的。无过去已经认错啊，继续感觉讲哇，我阁受着这个罪恶，过去这个所压制、所捆绑，这毋对。因为是你的信无够，毋是基督的救赎的功劳无够哦。所以咱就爱分别清楚，帮助咱。伫信仰内面，更较体会了解，所以若是安尼，圣经就真清楚甲咱讲，咱照着洗来洗礼，归伫死，甲伊做伙埋葬，原来是叫咱一举一动拢有新生命的样相，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对死人中各活一半样呢。所以咱既然相信，咱旧的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也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旧的代志过去了，就是暂停伊，就是暂停伊，用基督奉基督的名来做暂停的工作，互咱真正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这是必要的。那水甲圣神，圣神是啥物？圣神是力量的一个象征哦。当咱愿意专心降服。伫基督的时阵，毋简单，咱的心思意念会改变了，更较重要就是袂当搁互罪甲即个撒旦所捆绑掉的。而且，搁有一个更较重要的，就是咱就有新的生命，有新的思想，有新的讲话，有新的腔口，有新的力量，有新的未来。这就是正做基督徒。迄个新的开始所展现出来，所以为什么牧师开始就讲，咱基督徒应该就是真喜乐的、真活泼的、真有愿望的，袂一个教嘛咧阴阴沉沉的，咱拢是真喜乐、真开放的，因为伫基督内面，咱已经是新的了。这个新的就帮助咱，互咱会当活出上帝所欢喜的生命来。所以圣经安尼甲咱讲安尼，因此伊已经将迄个较宝贵、较极大的应允赏赐互咱，叫咱既然脱离世上遐个情欲对情欲来的败坏，
就会当甲上帝的神性有分。阿门。咱是属上帝的，所以咱有上帝的神性哦。阿门。伊的性情甲上帝的性情，咱是有分的。阿门。伊是主爱的，伊是公义的，伊是怜悯的。阿门。是，即个咱拢甲上帝的性情有分。不但是安尼哦，伊讲咱嘛就无甲做外人，也是旅客。咱是上甲圣徒是共国的，是上帝家内的人。阿门。哇！所以你毋是浪子，你毋是无卡可贵的。咱的一生到尾拢知影，要等去到底。咱是上帝家内的人。阿门。这份的福气，就是因为咱信耶稣基督，因为信，咱会罪得到赦免，就会当用清洁的心进入到是上帝的国度内面。这是上帝所应允予咱所明白了解。所以你即摆甲隔壁讲，现在我是上帝家内的人来。是，现在咱拢是上帝家内的人吼。所以遮阁有最后第8节有讲到风甲圣神，真特别咯。无论伫希伯来文、旧约的希伯来文，还是新约的希腊文，风甲圣神拢共一字，吼，拢共一字。譬如缪嘛，吼，即个是希腊文的读法，拢是共一字哦。即个在讲啥物？在甲咱讲圣神的作为，就亲像风一般样，吼。咱有感觉风在吹，总是咱无法度用目睭看到风对打落来，除非你用特别的仪器去甲了解，不然若无，咱毋知影迄个风到底对打落来。吼，圣神嘛是安尼哦，总是圣经真清楚甲咱讲，咱对圣神内面会当顶头生的人，咱的性命就是来自永活的上帝。若是安尼，咱即个有限的人，既然因为圣神帮助咱顶头生了后，咱讲咱是属上帝家内的，有上帝的性情的，咱嘛有得到迄个永活的活命。迄个永活的活命，毋是咱死后才得到，是咱信迄天，咱就会当结连咯。吼，所以即个是基督徒你我爱相信的一件代志。若是安尼，对圣神顶头生内面，咱就会当知影有3件代志会同时来发生。就是第一，咱对圣神顶头生，咱就进入上帝的国，吼，咱就进入上帝的国，做上帝的囝儿，然后咱有永远活命的一个确据。阿门。这3件代志，真做基督徒的你我，你一定爱相信。虽然咱即摆生活搁伫地里，总是咱所祈祷的感谢吗？互咱会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一般样吗？所以咱是真做进入上帝国的子民，是上帝的儿女哦。吼，是对第一站会当结连到永活的活命的。所以基督徒的咱就会当轻看伫即个世间，这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看路变痛。为什么？就是因为咱知，咱是属上帝国的人。阿门。好，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哦。所以最后，约翰就甲咱讲属灵的，属灵生的，就是属灵的；吼，属肉体生的，就是属肉体的，对无？伊在讲什么？讲属肉体生的，就是限制伫肉体所会当做的。吼，咱即个肉体所会当做的，咱知影拢是有限的，对无？吼，虽然可能咱有真济的技巧、财物后经历，毋过咱嘛知，咱一个人会当所做的也是有限，也是有限。咱也是会面对着迄个失败、迄个无满意、迄个互人会当互人感觉讲咱还佫有亏欠，这拢是事实。这事实咱拢无法度甲伊消灭去，这拢是事实。
因为属肉体就是无完全。好，总是那对于圣神生的，咱就是靠圣神来行代志咯。好，那是靠圣神行代志，圣神亲像风一般样。咱虽然无法度看见，总是咱会当深深知影，伊甲咱同在。咱会当深深去体会，咱对上帝因为耶稣基督领受教义的恩典，然后伫咱的生活内面，亲像伫人看是失败的，总是伫上帝内面，咱靠上帝，咱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迄个得胜生活所带出来是啥物？就是迄个真实的平安，甲心内真实的满足。这是世界的物质袂当互人的。好，所以真实的平安满足所带出来的喜乐，拢会当伫咱基督徒的生活内面，咱逐日拢会当去展现出来。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生活内面，兄弟姊妹，咱看重这份信仰。每一日，咱就是有上帝话语陪伴来宣告，咱是属上帝的。每一日，咱拢会当靠伊来得胜。所以，兄弟姊妹，事实伫咱现实的生活内面，咱会常常讲：我敢会当重新过来一届？好啊，特别伫真济的代志顶面，册读无好，有当时会是讲啊，若会当互我重新读吼。我一定安那用100%的努力去甲伊读好势，对吧？我伫做工课啊，做到尾实际，互我重新来的时阵我一定用足济的心力要甲做好啊。学师傅，哇，我若当重新，我一定要甲即个技巧学好足厉害的，互人足欣赏的。哇，若是即个家庭，我会当重新来，即个婚姻我会当重新来。我一定要安怎？常常咱会面对着一款，亲像在后悔，搁亲像有一个期待，若会当重新来过，是毋是偌好？兄弟姊妹，总是咱却常常陷落伫迄个失措、失望、失志、这内面呢，这是咱所看见的。有当时咱嘛会当了解讲，搁重新一届机会，亲像无在即个年纪无就安尼无是要安怎，对无？常常会用安尼用来思考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基督徒，面对着咱有后悔的事的时阵，咱要安怎去来正式来看这个代志？兄弟姊妹，若用人的方式，咱感觉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总是无好袂记住。咱有即份信仰。这个信仰，互咱确信的是基督搁活的能力，会当互咱顶头生的快乐，是伫圣神内面会当帮助咱的。只要你愿意，毋是讲用我的快乐，用我的意志要来甲这个代志重新来翻修过，毋是，是要用我伫神的内面，倚靠耶稣基督，求圣神不断提醒我。互我伫即个过去的失败内面，对即个时阵重新起做，重新起做。我相信，迄个重新的开始的快乐，毋是对家己来，是对上帝互咱的。那安尼，就迄个可能性会当行过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无论伫你现在的生活内面。你有感觉伫对一个所在有起价的、有不足的，想要甲伊弥补好势无？若是有，咱就求上帝，咱尼哥底母来到上帝，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互咱有顶头生的机会，就是欢迎圣神入来更新咱，互咱过去的心思意念。遐俗世拢会当甲拍掉，咱重新来用上帝国意念来思考咱过去的失败、过去的不足、过去的软弱的时阵，我相信你会看到新的愿望就伫头前在等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所会当深信的，
耶稣讲，在人这是无可能的，总是在伫上帝凡事拢会。你相信吗？阿门。所以无论伫你我的生活内面，咱拢一定有迄个不足、遗憾的所在。就是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无去看过去的失败软弱，互咱深信，咱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会当甲过去的补满起来，遐个不足交托出来，勇敢去面对的时阵，我相信过来的日子，你会感觉哇，你的人生就是得胜主的，吼。胜利主的，因为咱有耶稣基督，的确会当胜利。阿门。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深信吼。所以你若顶头生，你我就是上帝家来的人。阿门。好，咱做伙来讲哦，我顶头生啊来，我顶头生啊，我是上帝家来的人。阿门。是，咱大家爱安尼宣告，吼，这是上帝互咱的积分。嘛，互咱的福气，咱就爱安尼来相信咯。好，来，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耶稣应讲：我实实甲你讲，人嘛无对水对圣神来生，就袂会入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章50来。耶稣应讲：我实实甲恁讲，人若无对水对圣神来生，就袂会入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章50，阿门。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对水，得甲咱讲，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清咱；对圣神，要甲咱讲，圣神的气力已经临在赏赐互咱，互咱有重新起造，就是甲过去属地面上的心思意念。想法拢甲拍掉，用上帝国、上帝的心思意念，做咱看代志、看人、看事，办理任何的事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方法，这就是一个顶头生的人。阿门。这是你我拢会当，愿上帝帮助咱。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一尊一仙，荣耀冠冕稳天，求受稳天遍满万民，荣耀保卫上伊行义，专心敬拜阿罗，便开甲主给你，谦卑顺服伊欢喜，阿弥见证代代无尽。我的主，世界的光，只有耶稣咱通尊重。我的主，世界的光，只有耶稣咱通求求。奉你生命给你教会，成全圣道变传福音，幸福家庭平安公义，你的公义。用喜乐的心来而乐，因这是上帝赏赐咱的教诲，伫地里哪像天。耶稣一尊一仙，荣耀冠冕稳定，求受稳定遍满万民，荣耀保卫上伊行义，专心敬拜阿罗，天开甲主给你，谦卑顺服伊欢喜，阿弥见证代代无尽。我的主，世界的光，只有
稣基督做中心，你传扬福音做旨意，以用讲教会做荣耀，好我基督活出美妙。你耶稣基督做中心，你传扬福音做旨意，以用讲教会做荣耀，好我基督活出美妙。永活的主，世界的光，只有耶稣咱通尊重。永活的主，世界的光，只有耶稣咱通敬仰。奉你生命建立教会，成全圣道变传福音，永福给你平安当你，你的当你。咱为着家己来祈祷，甲耶稣讲：耶稣啊，我需要你的保护，搁一摆来做洗清的工作。圣神啊，我需要搁一摆邀请你进入我的心来点醒我，来帮助我，互我伫生活内面成做一个顶头生的基督徒。无咱为着家己的这份信仰，咱开声来甲主讲，咱开声。哈利路亚！主啊，多谢你透过本身的话语加持阮，阮就用对水、对圣神来洗，互阮正做你所欢喜的囝儿查某囝。主啊，多谢你，今仔日透过你的话语亲自对阮讲话，亲自对阮讲话，互阮心内面所看入的会当放下，互阮生命中间有迄个永远的。会当有光照，成做一个光明，你所欢喜的囝儿，多谢你，哈利路亚！主，阮交伫你面前，阮总是较无你，阮不但较无明白真理，阮搁较要经历这个真理，帮助阮，互阮领受圣神的气力，搁较知影，阮既然是属于你的。阮已经是进入伫上帝国，成做你的子民的。阮有对你来的权柄，来宣告地面上的一切，对阮无有任何的威胁。对地面上的一切，对阮来讲，拢是上帝为着阮备办的，通互阮深知，阮的心有真实的平安甲喜乐，是对耶稣基督甲伊的听来。多谢你，拄起阮心内迄个应允，互阮伫你内面，因为你的光照，阮就成做一个充满喜乐的人。多谢你，求你的光照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也照阮每一个人的家庭，照阮每一个人任何的关系内面，拢有11个，成做阮甲人中间更好的记号。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只是咱着用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主人，强逼领受我命转换，心情感化，会体会来，有得主阮心心所怀，甘心乐意，一心一意。
谢请坐。时间分享，咱请牧师来主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来关心咱今仔日即礼拜的时间。大先咱先来看咱的导读的经文。好，我来读互人，大家人听就好。好，上帝是灵，所以拜伊的必须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是记载伫约翰福音4章24节。好，下一页。2月28号，2月28号到3月1号，就是咱的东港灵修会。伫后礼拜日的下晡，有即个服侍的说明会，所以请伫名单内面的遮个人员拢来出席，来注意到即个时间。好，咱伫今年7月14号到21号，咱要做伙来参加即个访韩盛会。费用是一个人39000块，报名是到3月9号截止，所以即个活动的内容甲会当参加的人的资格、报名的资格，咱请来参考周报。好，3月23号就是咱的幸福小组，咱搁要来继续来拍拼，所以感谢上帝，互咱有安尼机会会当来传福音。请咱的小组长伫3月2号前提出咱的副长甲实习副长的名单，互咱的民家干事。好，今仔日第2场礼拜结束了，请培育学有即个培育学校宴会、服侍说明会，所以请同工来集合。好，7月3号到7月5号，就是青少年一年一摆的领袖宴会。即个宴会目前嘛有几间教会会共阮做伙参加，而且阮的目标是要有200个青少年，200个青少年，所以咱请大人继续为即个宴会来祈祷。好，因为开学啊，所以咱的儿童5班、青少年5班，甲咱的星光学院拢要来开始，所以咱也都有兄弟姊妹。有囡仔还是有孙仔，是伫即个年纪内面的，咱拢会当邀请因来参加，包括伫下一页星光学院对。星光学院是3月4号开始，是每一礼拜拜2、拜3、拜4下晡4点到8点，有英语的课程，嘛有解题老师伫遐会当帮即个囡仔来解决因读册顶面的问题。好，这是伫3月29号，这是一个青年的特会，是跨教派、无同教派做伙来主办的即个青年的特会，是伫凯达格兰大道顶面，而且伊嘛有即个推动即个活动，就是21天为着咱的国家建设祈祷，所以咱嘛当参与伫即个活动，嘛邀请青少年拢来参与伫迄天的特会。好，后主日要来颁发咱的圣经营的结业的证书，所以若有之前有参加圣经营，而且有全勤的学员，拢会记得是后礼拜日的第2场礼拜来出席。好，本周六是信仰奖励金的委员会要来召开即个会议，请在委员来注意到即个时间。好，2月25号甲27号是教会内部的整修，所以4楼的副堂、鞋柜啊、便所、厨房遐，咱就无提供互大人来使用，所以咱就咱小组特别来注意到即个地点，好，咱嘛注意到即个时间，好，2月25号到27号，好2月21号拜5暗，大楼要来召开安尼管委会。好，明仔载10点伫咱的4楼副堂，是台北中会中委研习会伫咱遮来举行。咱的小会嘛有公告，咱的会籍的专业是廖慧敏甲傅慧敏。好，最重要的消息。咱上林牧区的聚会，明仔载聚会改伫3楼的主堂，
好，我个强调一摆，上年牧区的聚会，明仔载聚会，该伫对咧，三楼的主堂伫遮。好，好，后主日是乐团 C 团的琴手的训练，因有即个训练，就是为着因会当伫因服侍顶面的态度，佮因的技巧，拢会当更好进步。所以请 C 团来注意到这个 C 团的琴手注意到这个时间。下一点，即个拜二10点伫咱的副堂是台北中会妇女事干部的活动，所以咱的玉喜牧区甲丽南牧区拢会参与伫即个聚会。好，后礼拜结束了，嘛是咱儿童牧区在老师的会议，请同工来出席。好，3月1号是因为是咱的灵修会，所以青少年牧区迄天聚会来暂停。咱的吴级长弟兄，伫2月13号来蒙主温调，所以请咱继续来为着来代祷。佮有下一点，咱的黄科素娥姐妹个别礼拜，黄姐妹伊是伫2月14号来蒙主温调，伊的个别礼拜是伫2月24号9点来举行，伫二滨遐，所以咱请要来出席的人，咱来注意到即个时间，嘛伫时班嘛当伫后礼拜日结束的时阵练习安尼位师。好，健康的代祷，咱继续为着廖天青弟兄来祈祷，嘛，佮为着无论有写伫顶面还是无写伫顶面的名的人，的身躯健康拢来祈祷。好，即点请咱起立，咱做伙用即首诗歌来彼此来祝福。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充满你，短梦大能力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一路充满你，欢乐拢无去，事事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照你，一路充满你，欢乐拢无去，事事大福气。一路充满你，欢乐拢无去，事事大福气。来，请牧师来祝祷。但愿圣神的开来更新恁。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帮助恁，也愿上帝的听扶持，伫恁每一日的生活过着心意换心的生活，佮上帝丰富的恩典，诚做美妙的见证，互众人知。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你无
的平安，请坐，咱今仔日礼拜暂时到这，愿上帝每一日引带咱的脚步，慈悲平安平安。